好，我哋都知道每週星期五佢哋嘅依度賽季挑戰任務呢，每週星期五就會有一個新嘅。我哋睇下第一個任務先。喺全面戰場擊敗5條友，簡單。跟住喺河狗戰或者金字塔贏一場，簡單。突擊步槍擊敗30人，簡單。用探員。即係用偵察光源673 3000分，簡單。跟住對敵方嘅車造成500嘅傷害，簡單。用呢個支援光源呢，探員呢，救隊有50次，簡單。跟住用精準射擊步槍殺50條友，簡單。用威能殺50條友，簡單。跟住用M8703散彈槍或者 M1014嘅散彈槍呢，殺死20人，簡單。贏一場，簡單。叫一次導引，簡單。跟住喺排位賽贏3場，簡單。跟住用3難呢，即係我哋盾狗，用我哋嘅多功能救護槍命中15次敵人，跟住有啲3次復仇。呢個意思呢，即係當人哋殺死你之後呢，跟住攞個槍殺返敵人，咁就復仇，咁簡單啦。依週任務就係咁多。